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由希淵生活日常。啱聽嘅觀眾希望能夠訂閱支持。今日係五一勞動節，先祝各位勞動節快樂。河馬近日出咗一篇貼文，但只係複製人哋歌詞嘅一部分貼上去，又唔講貼歌詞嘅用意，又唔覆留言，所以係冇評論價值嘅廢文，我就唔會評論㗎。跟住光頭花生度有聽眾聲稱加咗河馬 WhatsApp， 嗰名聽眾叫阿傑，但並唔係大家熟悉嘅小傑。佢問河馬需要咩嘢幫助，河馬就話需要籌40萬律師費。之後阿傑報完料俾光頭花生之後，就封鎖咗河馬啦。喺呢度阿傑又係冇出示過河馬嘅註冊資料㗎，我都唔知嗰個係咪真嘅河馬。麻煩你哋啲報料者出示埋對話對象嘅註冊資料出嚟得唔得㗎？你咁樣我都唔知信唔信你好。而河馬問人籌律師費亦都唔係新鮮事，冇咩嘢好評論。我就講下河馬喺 WhatsApp 對話中出現嘅趣事啦。首先，河馬問阿傑喺邊，我諗河馬係打錯字，將個喺字打錯咗做係字。河馬應該唔會話阿傑係邊緣粉絲，仲未到達核心粉絲位置啩。跟住河馬打咗句好奇怪嘅冇事，我諗一個人好地地冇人問佢有冇事，唔會忽然間話自己冇事啩，所以我諗河馬係將個有字打錯咗做個冇字。跟住阿傑就話有咩嘢幫到你屯門，跟住河馬就引用阿傑句屯門回覆話係嘅。我認為河馬係引用錯誤，佢應該係引用阿傑句有咩嘢幫到你，然後回覆答係嘅先啱㗎嘛。喺短短嘅幾句對答，河馬都搞到錯漏百出，真係好難想象河馬可以進行妥善嘅文書處理。涉及文書處理嘅工，我諗河馬都唔使諗啦。另外，大家有冇發現河馬係唔會交代依家籌咗幾錢嘅？我擔心河馬即使籌到40萬，都會話仲爭40萬㗎，所以河馬啲忠粉要小心啦。另外，要河馬有錢，真係唔知要等到幾時，所以借錢俾河馬嘅朋友唔好望佢會還啊，一定要抱捐錢嘅心態去俾錢河馬先得。河馬嘅消息講完，跟住講河伯嘅消息，我就唔覺光頭花生講過河伯有改變認罪嘅意向，亦冇聽過河伯成功請律師。我諗一切狀況都保持不變。河伯將會喺5月6號上庭，亦係由陳廣慈法官審理。開庭時間係早上10點，預計審3個鐘。光頭花生表示，如果河伯入獄，佢係唔會去探監㗎。3000同河伯嘅社工就會去探監。關於法援，光頭花生話河馬河伯之前申請法援去爭450萬時，向法援提交過一啲戶口。而喺戶閘案申請法援時，有人冇提交上次申報過俾法援嘅戶口，導致法援認為係隱瞞資產。而法援規定配偶嘅資產要一齊申報，而河馬河伯到現時仍然係夫妻關係，所以只要有一個人唔交戶口，就會拖累2個人都視為隱瞞資產，所以法援一齊唔批申請。至於唔肯提交嘅問題戶口，我就唔知係屬於邊個嘅。而光頭花生就一直懷疑係河馬隱瞞，但係佢又冇提供證據，加上光頭花生同河伯有利益關係，講嘅說話唔可以盡信。依家就係存在3個可能，第一就係問題戶口內有超過40萬，無法避過法援審查。但係點解喺爭450萬時，又可咁理直氣壯申報俾法援睇呢？依家又唔得，所以呢點我有啲保留。第二點就係有人想玩攬炒，特登唔交出戶口，害對方冇律師幫。究竟呢個咁陰毒嘅人係邊個呢？佢啲負能量真係大到不得了啦，隨時仲比我更負能量。第三點就係有人特登唔交出戶口，製造法援唔批嘅假象，借口問人攞錢，到最後關頭先交齊戶口資料俾法援。到時自己就攞咗嗰40萬去做創業資金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傑哥，俾40萬律師費我好嘛？我就嚟連粥水都冇得食啦。
都就你唔好擺啲箱喺床底，搞到我冇位擺衫。可唔可以解釋下個箱嘅事呢？我唔知道你講緊乜嘢。